大家好，喺中國歷代皇帝裏邊咧，好多位皇帝都好中意飲茶，但係咧中意飲茶飲到又高水平，而且咧自己寫埋書嘅就淨係得一位啦。呢一位咧就係多才多藝嘅宋徽宗趙佶。趙佶係北宋嘅第8位皇帝，好茶成癖，經常喺宮廷設茶宴請群臣飲茶。並且咧，宋徽宗好中意親自動手烹茗鬥茶。喺1107年，呢一位咁中意飲茶嘅宋徽宗皇帝，佢就突發奇想，自己要出一本書，寫下自己識茶嘅過程，以及泡茶飲茶嘅一啲嘅技巧，將佢識茶、點茶、飲茶嘅經驗好好咁樣總結整理一下，流傳後世。宋徽宗趙佶就將佢諗住出書呢個諗法同群臣分享，群臣都認為咧皇帝講下嘅啫，未必真係想寫嘅。但係宋徽宗講一就一，就開始咧全心投入咁樣寫茶書，仲一邊寫一邊考證，一邊推敲。經過幾番努力，終於完成咗《大觀茶論》呢一本書。呢一本書一出，大臣爭相傳閱，並且對皇帝刮目相看。《大觀茶論》一共分為20篇，用唔到3000字嘅篇幅，對北宋時期蒸青團茶嘅產地、採製、烹試、品質、鬥茶風俗進行咗詳細嘅記載，文字簡潔優美，唔單止為當時人民飲茶提供咗好好嘅指導，亦都為今日嘅人嚟研究宋代嘅茶文化，以及宋代團茶嘅製作工藝，留低非常之重要同埋珍貴嘅文獻。其中點茶一篇，呢一個論述非常之深刻精彩。點茶係宋代一種獨特嘅飲茶方法。當時茶葉大多都係加工成團餅狀，飲之前要從茶餅上掹一塊出嚟，用剪同埋石磨呢一啲工具將茶葉剪成細細嘅茶粉，然後將茶粉放入碗入邊，加啲水，將茶調成膏狀，然之後再分多次加入熱水，用同一個茶筅擊沸茶湯，令到茶湯表面產生白色嘅泡沫，之後再飲用。咁樣一講，大家就會知道呢一個沖茶方法確實係當時流傳咗去日本，而日本今時今日嘅抹茶道就係保留咗我哋宋朝沖茶嘅方法，保留到現今啦。宋徽宗唔單止寫茶書，呢一位愛茶嘅皇帝仲留低咗一幅著名嘅茶畫《文會圖》。趙佶用畫筆形象咁將當時候文人雅士聚首一堂，喺庭院聽琴、吟詩、品茶嘅場景。呢一位皇帝對飲茶呢件事鑽研得淋漓盡致，可以見到佢對茶嘅喜愛。可惜宋徽宗雖然有高深嘅文學藝術造詣，但係冇治國用人嘅才能，以致佢所治理嘅大宋喪失咗防禦能力，甚至連佢自己都被金國擄去，成為咗歷史上著名嘅靖康之恥嘅當事人之一。元朝宋史嘅主編撰寫咗《徽宗記》，亦都寫到宋徽宗諸事皆能，獨不能為君矣。確實見到宋徽宗對茶嘅喜愛，但係喺治國上邊就有所缺失啦。當我哋喜歡一件事嘅時候，可以將佢成為自己嘅專業，亦都潛心咁學習。但係千祈唔好忘記喺我哋生活裏邊，亦都好多事情需要我哋協調同埋學習。期待唔單止我哋喜歡飲茶，更加理性學茶，亦都通過飲茶啟發我哋嘅生活，豐富我哋人生。